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是不是在網上又看到一款非常新的 HK Pad Pro 10是吧？大家又在看這一款呢？好巧，我們也拿到了啊！就不存在什麼獨家貨源啦，就不存在什麼獨家貨源了啊！今天我來給大家看一下，看看我這個跟你們在 YouTube 之前看到的，是不是一樣啊？看一下，大家看一看啊！首先呢，我們看看系統，看一下這個系統呢，看一下雙卡的啊！你看那個是不是啊？你看的應該也是雙卡的啊！看到沒有？它是運行內存是6G， 然後它是1286加128的內存加128的內存啊！其他的應該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，來看看128的內存啊！這是128的內存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咱們來看看是大家最關心的啊！網飛貓它是有的啊！網飛貓，咱們來看看這個網飛貓，你看的網飛貓是不是一樣的啊？網飛貓，看一下網飛貓推薦看看電影。網飛貓，咱們就不要過多的介紹了啊，因為網飛貓大家都看過啊，都知道網飛貓還有。然後看一看這個看電視的啊，看電視的功能，大家看一下，看看雙擊啊，雙擊它才會有這個啊。咱們看一下翡翠台。看到沒有？翡翠台它是可以正常看的啊！我看看明珠，瓊斯工業平均指數42182點，跌32點。看到沒有？它也是可以正常看的啊！好，我們再看看國內的廣東衛視，它也是可以看的啊！看到沒有？雙擊同樣是雙擊。雙擊看看央視啊，央視咱們看一下 CCTV1，它如果它不出來，是不是它好出來了啊？我以為它不出來了啊！大家可以看看 CCTV1，它和之前來，你看它還可以這樣去調，它就可以調切換台，看到沒有？切換台好。還有這個想唱就唱啊 KTV 想唱就唱，你可以看一下。Look we 啊，有調音，有盤唱，有原唱暫停切歌，跟 KTV 那個是一樣的啊，跟平時那個 KTV 唱歌那個是一樣的。咱們呢做生意啊，咱們就實實在在的做生意啊，就不存在說什麼所有東西是我們獨家代理，沒有這麼好的事情啊。獨家代理，咱們實實在在的對我們的客戶，對我們的朋友啊，第一次成交以後，大家就是朋友啊，就對我們的客戶，咱們要實在咱們給到你們最好的一個東西啊，給到你們最好的一個。給了你們一個最好的一個東西，給到一個最優惠的價格啊！這個把那個把做推廣的錢，把做推廣的費用，把請人的費，請人拍視頻的費用，把這個錢我們把它拿來做成優惠啊！惠及到每一個在我們店消費的客戶，這個才是最實在的啊！我們就是在經濟大廈華強北，經濟大廈1樓 B15 華順智能穿戴工廠店。
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們這裡來看一下。